启明新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启明新声节目。咱台湾的四面拢是海哦，所以基本上呢是非常适合来发展这个海洋观光休闲事业的。尤其呢，咱台南市呢，会当讲是非常好的这个海洋的资源。但是长期以来呢，因为咱拢无好好去甲伊开发所以非常的无彩啦但是第日前呢，咱台南市的安平港游艇码头开发案呢，已经正式签约启动了所以今仔日呢，咱特别邀请到雅果游艇集团到这部当中来跟咱说明讲，到底呢这个投资开发案高达30亿哦。那么它开发之后呢，对我们台南的这个海洋休闲观光产业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呢？那我们现在就来欢迎董事长侯幼霖侯董，欢迎您。你好。那个双子星3观玩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您好，非常欢迎你到我们节目当中，因为咱台南的乡亲都非常关心这个开发案，毕竟它是关系到我们台南未来的这个海洋休闲产业的一个发展好，那我们讲到这个雅果游艇集团大家会想说，哇，这个游艇集团一般人都想说这是这个顶尖非常好亚人靠有法都去接触但是这个雅果游艇集团，我们知道说它是这个台湾的游艇集团的第一品牌。好，那这样是不是跟我们观众朋友好好来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品牌呢？雅果游艇或许多多主持人有讲嘛台湾四面环海，但是大人对海拢是足陌生啊因为细汉就是大人拢会讲咱的细汉袂当去耍水危险嘛因为台湾其实对游艇开放足慢的以前咱的迄个基米的苦档的买只游艇嘛是袂当找用渔船爱考一个渔民证那样处理。所以政府伫差不多102年的时候有通过一个传播法游艇专章。通过了呢，阮教阮的大股东嘉鸿游艇，它是全世界台湾第一大的游艇制造那是全世界大概排第5、第6。台湾其实已经是一个游艇制造业王国，今摆嘛是全世界排足头前。但是游艇休憩业都无开放，所以民国102年通过了，103年，阮在高雄，这个亚洲新湾的所在来做台湾第一个私人的游艇码头。所以这就是雅果一开始成立的是，找一间游艇制造业转型做游艇休憩业，所以从民国就从103年的8月开始落成。那103年的8月落成那大概讲一下我们的整个的成立过程。是。以前嘛，做侪人问讲，他也可以做这个游艇业。其实游艇业伫世界各国是一个足传统的产业。只是台湾是打开放，所以大家感觉足新。对。103年成立之后我们有会所在105年搁标下澎湖。因为游艇总是爱出海佚佗嘛每当拢伫港边嘛所以。台湾其实有一个足水的所在偏有差不多有90个岛，其中有60几个岛会当去哩。但是你来开船去佚佗所以阮找迄个偏湖县的县长陈县长，阮都招伊配合做第一个 BOT， 甲渔港转型为一个游艇的码头。所以在105年就成立了，在标下马公地渔港转型为游艇港。在去年106年把它成立。然后呢，在105年把它成立了106年去年，我们在年底又标下这个安平所以我们雅果它的主要的过程的是第103年到现在。所以一开始就是说，咱知影讲咱台湾这个游艇制造业非常的出名伫咧全世界拢是排咧伫咧头前前5名以内啦这个游艇制造非常有名，但是因为这个法令的关系，所以一开始咱这搭并无发展这个游艇嘛的观光，所以大家对这个游艇很陌生结果我们雅果呢，就是说从这个103年开始，现在高雄的这个亚湾那边嘛，对不对？对，亚湾新区对，亚湾新区嘛，然后那时候就有落成，然后成立这个俱乐部，非常的非常的棒啦就是带动我们可以说是我们台湾整个这个产业这个游艇产业的发展的起头。然后后来又在澎湖，然后到这个今年去年签约在台南，要来开发我们安平这里所以讲到我们这个台南市的这个安平港的游艇码头开发投资案我想我们先带观众朋友来看一段影片，让大家稍微先了解一下。全国最大的水陆域综合游艇港开发案就在这里，就在我们安平港游艇码头。
这个开发案是由雅果游艇集团所承揽，预计投入的金额高达新台币20亿，同时业者也希望能够在明年底之前建置完成。这个让人期待万分的台南新景点，规划了游艇码头、度假村、海洋学校以及主题商场这4大区域。雅果游艇集团这个也甲国际级的新加坡悦龙集团合作，希望会当打造一个大型的度假村，提供着游艇玩家全面性硬体甲软体服务。希望这个所在会当成为亚洲的迈阿密。在咧启动仪式上，这些贵宾拢到场，共同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请注入！在这里也宣布，我们安平港游艇码头开发案正式启动。我们也一起用掌声来预祝开发案进行一切顺利，也期待呢我们安平游艇码头未来就可以像这个金沙一样哦，金光闪闪，并且呢可以要上国际。游艇码头的规划呢，我们分水域跟陆域。水域大概会建造200个泊位，那陆域呢分为有水岸的度假饭店、别墅，也会有游艇的海洋学校、游艇主题商城，那也会有打造一个清水的步道给市民呢，可以来这个游艇码头观赏游艇帆船、观赏夕阳，来这里散步。那我想这个安平游艇城呢，是为所有喜爱海洋休闲的人打造的，任何人都可以来这里做一个旅游。这个安平港这个项目呢，是我们悦龙集团在台湾的第一个项目，所以全集团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啊。那未来呢，我们也会透过我们全球的9个海外分公司同步的来推广台南，推广安平港。这个案子呢，我们希望能够打造有客房，然后有 villa， 能够创造一个亮点，让未来呢，这游艇可以直接开到开到这个 villa 前面，然后能够让这样子的一个游艇度假村能够在台湾发光。面对着安平顶级游艇城这项民间的重大投资案，代理市长李梦燕除了专程来参与，也表示市府一定会全力配合，让咱大台南的观光更加好。非常欢迎雅果游艇以及新加坡悦龙集团来台南安平港。打造全国最大的游艇码头以及最优质的度假村那我们想这样的一个投资市府会倾全力来支持可以改变整个台南的一个旅游的环境跟形态，那也可以提升台南的旅游品质。游艇码头开发以后，业者将会保留500公尺的水岸步道，提供予市民会当散步休困。原本港区的围墙也会拍开，予市民会当体验到游艇港的休闲气氛，感受安平无同款的水。这座安平的顶级游艇城，也将会是咱台南市成为港市合一的第一步。所以，我们这个投资案哦，在去年的12月21日已经跟市政府这边有在签约了嘛。然后到了今年的3月30号，就是雅果游艇集团呢，有跟我们这个新加坡的悦龙集团有签约。那我们这个先期工程也是有进行这个启动典礼。那我们刚才在这个新闻影片当中就有来看到。所以我想要请教一下侯董为什么你会想要来投资这个案？你是看好讲咱台南安平这个所在真正是做有发展吗？其实游艇产业在台湾是四面环海，到处都适合但是每一个地方还是有它的先天性的环境那我简单来拿一个图来介绍一下，这是台湾嘛那台湾其实最受到影响的是东北季风。我们冬天的时候这个东北季风就从北部下来，所以我们台湾呢，从嘉义以南，嘉义以南之后呢，由于它的往内缩，所以在嘉义以南呢，这个三角地带呢，冬天我们台南、嘉义、台南、高雄是不会受到这个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不是说台北依然不能做，是他们可以玩游艇的时间比较少。第二个是整个南部的水域的静稳度相对很好，像以前这个荷兰人郑成功也都是从台南进来，就是因为它的静稳度非常好，海域静稳度。那第三个就是它有一个澎湖的离岛，所以我们出去玩，在北部只能到龟山岛，又不能上去。那这里有很多小岛，所以可以适合做跳岛旅游。那为什么会选择台南？这是整个计划的图。那台南一个好的码头，
一个好的码头大概要有4个要素，第一个就是安全。如果码头不安全，台风一来，游艇就坏掉嘛。对啊。所以因为台南这个安平山港水域静稳度很好。第二，它前面有一个渔光岛，它可以挡风挡浪，所以安全性它大概是5星级的。那第二个是环境，它在台南市中心，虽然台南人很少人知道这个区域啦，但是它实际上就在台南市的健康路底，只要把围墙打开，就连接我们5期从化区，所以也环境非常的好，它的 location 位置也很好，它到处外面呢有这个渔光岛可以玩水、玩海滩，然后去澎湖可以玩跳岛，所以它前面安全环境位置都是5颗星。它唯一就是市场比较小，因为台南呢北部是首富之都嘛，那我们南部的消费力稍微弱一点，所以它的市场大概只有4颗星。但我想呢，玩游艇的这个全世界的城市都是一样，很多人都是选择一个适合玩的地方，然后就把游艇放在这个地方，然后一段时间就来度假。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大概在2年前，就跟这个交通部航港局港务公司来提这个建议。那时候我们台南市的市长赖市长，我也去市政府跟他报告他也非常的支持。只是呢，那这个案子其实市政府是没有这个权利把它拿出来的，还是得中央。对。那其实很感谢我们院长去从市长并院长之后呢，他就赶快的来积极的推动他的清水大台南的政见。对。那所以我们就呼应清水大台南安平游艇城，那他就拿出来招标。我们为了这个案子准备了2年，所以去招标的时候呢，我们是唯一投标厂商里面把所有的协力厂商都找好了，连动画都做好。所以我们在2年前就为了这个饭店找了这个新加坡的悦永集团，它是全世界很有名的5星级的度假饭店，它可以带给我们什么 VVIP 的国际客人，不是只有什么陆客或者是比较这个东南亚的客人，它可以带欧洲的全世界喜欢海洋的人来这里旅游。所以我们那时候才会想说，这个游艇城一定要找到一个5星级的全世界有名的饭店来共同经营，这样这个案子比较会成功。哇，所以雅果游艇集团用了2年多的时间来准备这个案呢，对不对？所以这米青青菜菜的也当来标点，因为这关系到30亿的这个整体的开发案所以你们做好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对不对？是。哇，所以这个也要感谢，就是说我们前这个台南市长赖清德，现在的行政院长，大力的帮忙啦对，因为他很希望说我们台南可以开发成一个国际性的观光城市嘛，是的，对不对？所以有游艇的加入，是不是就是说，其实在国外这个游艇业是非常盛行的？其实全世界的游艇的这个数量其实是跟国民的 GDP 有关系啦。就是说你的国民所得多少，就会有多少游艇。那我举例来讲，欧洲以前我们都讲海盗的故乡嘛，北海小英雄这些挪威啦，什么欧洲人是最早玩游艇的，所以他们50个人就有1个人有游艇。哇！那到美国的时候，大概100个人有1个有游艇。那看着这个 GDP， 我们来看我们邻近国家日本。日本人是比较有钱，但是他也很节俭所以他呢，他大概1000个人有1个人有游艇。那台湾以后会有多少游艇？我们来算。如果我们2000个人就有1个人有游艇的话，那台湾那有1万架游艇。要1万，那目前有多少？好像不多。那目前台湾的游艇大概只有500艘。500艘，500艘还含了很多是娱乐渔船的，在上面唱卡拉 OK 的，然后办生日 party 的。真正的游艇，台湾目前我们的定位游艇来讲，因为就这样看船那拢同款，其实我是跑河的，有的是跑日月潭、跑湖的，还有的是交通载客的，那是无港。在那个那个就不算就对了。真正游艇伊就是简单来讲，就是讲你上这样伫台湾走到澎湖，内底有房间，上这有基本的起居生活设备。那才是你们讲的那个所谓的游艇，真正的游艇。但是台湾游艇无多，不是台湾人买不起，是因为咱无好的环境嘛，咱都无好的码头。以前咱拢讲无游艇就归渔业署管就好啊，渔业署管水的嘛，就互农委会渔业署管，渔业署就把咱游艇放伫渔港，
啊，结果渔港的作业方式甲游艇无共，因为渔民伊本地就有伊是咧做工课嘛，咱是咧休闲嘛，啊两个就冲突嘛，啊所以到尾啊做放伫渔港的所在就足歹做，啊第二放伫渔港拢放伫较偏僻的所在，比如将军啦、布袋啦，还是新打港，啊其实一个人买只游艇啦吼，纵使伊莫讲足贵啦，佮500万、800万，伊嘛无希望讲放上远啊，啊伊也要算嘛无方便嘛，啊所以放伫渔港的游艇就佮做袂起来。对啊，因为如果放在那边的话，其实到那里都是整个都鱼腥味，然后感觉就是看到旁边都在捕鱼哎。对，而且伊无伊的设施嘛，吼，一个游艇码头爱当加水、加电、加油，还可以当简易维修，啊，伊还可做浮动码头，伊要上下游艇的时候更安全。所以这个物件渔港无法度提供。对啊，所以没有好的配套的话，民众要购买这个游艇的意愿就会降低啊。对，不对？不是台湾人不会玩游艇，也不是买不起。你看台湾的超跑这么多，我每一艘还有上亿的、上千万的。对啊。啊，其实游艇的入门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昂贵啦。全世界买那一种什么1亿以上的 Super Yacht 那种超级游艇，也是少数的少数而已。那一般大概游艇一艘的话是多少钱？全世界的游艇其实分帆船跟游艇都是一样，帆船也称为游艇。那80%的全世界的人都是玩帆船。帆船80%。帆船啊，一架帆船抵偌济，100多万二手就有了。所以咱能看全世界，以前基努里维拍戏，他不是在码头边住在帆船上面嘛？那其实很多外国人他住在游艇帆船上面，是因为那一艘船就100-200万。它里面就有2个房间，一个客厅，一个厨房。你把它开到台北去，放在游艇港里面，如果你花300万在台北是买不到房子啦。但是你也买一架游艇坑底下，你也是可以住在台北啊。对。所以全世界其实你升游艇帆船，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个电影中那种富豪，是讲你就热爱海洋、喜欢海洋的人啊，他就没有去买房子，他也可以买个游艇、买个帆船，多在海里。那就当做他的那个房子就对了。对，所以他的入门其实没有那么高。我们可以先从最简单的帆船或二手的，从150万的开始入手，然后一直玩上去，随着你的经济条件。就跟我们买车一样，买一般的车子，然后买双 B，一直到超跑这样子。对，但是你买车顶多坐4个人、6个人嘛。但是你花150万买一艘游艇，你或许可以坐10个人所以如果以搭载数来算，游艇个比车盖好。而且我帆船只靠风力而已，我还不用吃油。所以它的成本其实也没那么重。哇，所以这样子看下来，就觉得说，咱台南安边这个开发案真的是非常的看好它，对不对？对，我们希望，其实台湾以后会做很多游艇码头啦。但是 location 很重要嘛，在市中心里面可以拿到游艇码头，全世界都很少。像雪梨。像你水的城市，有一个雪梨的游艇码头。那台南以后会不会有其他的游艇码头？以后一定会有，但是没办法在市中心里面这么漂亮。所以我希望这个地方做好以后，是成为一个台南市民都可以常常去做观光旅游、散步的一个亮点也希望全台湾的人只要到台南来，除了甲南的小吃啊、看看古迹以外，逛完这个义载金城之后，就可以到我们的游艇城去走一走。对，所以这个开发案的话，我们知道它有4大主题，对不对？对。就包括这个游艇码头，然后好像还有度假村，然后还有这个海洋的学校跟主题商场。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好，我用这一个图来介绍。其实游艇城的开发只要分4个部分，第一个当然就是水域啦。水域我们先要把这个水域的形状做出来，因为这个区域它长期受这个海水的侵蚀，所以它其实它的土地已经有凹陷一大块。那凹陷一大块，我们干脆就把它挖进去，让我们的水岸步道可以变长，水岸步道变长，才能够做清水大台南。对，不然大家都水岸步道太短，它只有50公尺就太短，所以我们把它挖进去之后，就有大概500公尺的水岸步道。哇！那第一区域就是这个水域的部分。那第二区域有了游艇，
大家晚上就想要去晚上看海，其实是黑色的，但是有了游艇它就很漂亮。所以有游艇之后，当然我们希望可以打造整个的酒吧一条街。让台南人晚上啊去星巴克喝咖啡，在海边喝咖啡，或者是在这里喝个酒。像这个新加坡这个游艇码头区都有卖红酒的。所以我们会打造这个酒吧一条街。这是我们第2期。那陆域呢，还有分2期，一期就是商场，那商场里面就是会进驻我们的学校，我们有成立一个这个雅果热火海洋学院。那台湾现在在教这种航海的学校其实很多，但是没有把它学以致用嘛。我可能是海洋上面学院毕业，但是我还是不会开船啊，不会开游艇啊。我们现在都在鼓励这年轻人，22岁毕业就来当水手，然后到30岁呢就当上船长。当上 Captain 船长一个月得让6万块、8万块的薪水，我才不会让你的薪水变得很低薪嘛。那这一个区域，我们商场的部分不是要做传统的商场，不是在卖东西的。是啊。不是像我们这个百货公司。湾界商场其实它是有学校。然后有所有的我们游艇的同业，因为你要做一个这200个泊位的游艇码头，会有很多全世界跟游艇相关的同业会进来。所以这个游艇城卖的东西全部是游艇相关的。所以或许很多人以后有兴趣到这里逛一逛，你就可以看到全世界的游艇的品牌。不管是2手的、新的，或者游艇上面提供的任何的东西，里面都有销售。包括它的杯子、它的碗。都是不一样的。那里面当然也会有我们一些协议厂商的进驻，比如说提供隐形的、提供这个发电机的，会在上面。所以它这个游艇城有一部分是商办。它是设立办公室。所以这个商场很特别，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对，它当然有餐厅啊，有吃喝喝啦，但是上面卖的东西是跟游艇、海洋休憩有关系的。有卖潜水的。有可能也会有婚纱摄影，因为什么？因为以后很多人在这里拍婚纱。对。所以它会有一个游艇城，但我们留了很大的这个坪数，因为这是低密度的开发。我们留了一个很大的区域是做停车场。为什么要留这么多的地区当空地下来？它除了当停车场，我希望以后呢，我们目前台湾的游艇展2年1次是在高雄办，那我希望以后的游艇展可以在台南办。这200艘的游艇就是一个游艇展，大家可以把这里当成一个游艇的嘉年华会这样子，也可以在这里办演唱会。那另外一区是我们跟北洋翠就是悦隆集团合作，它总共有设计了50间的水岸的别墅，跟1间的饭店，这饭店有170个房间呐。那水岸别墅呢，悦隆集团最有名的就是做分时度假。它这个水岸别墅是它北洋村里面最有名的。这也是它第一个。它已经有47个饭店了，在全世界。但是这是它第一个有游艇的饭店。第一个跟游艇结合的饭店。他们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我们？不是我们选择他们。是他们。对，他已经来台湾6年了，都没有找到一个合作对象。我在这里，我也是要台南人的骄傲，我要讲一下。他为什么选择我们台南？他跟我讲我们经饭店是要经一个有文化的、有生活的。我们的饭店不是住宿，是要旅游整个城市。因为他这个话也感动了评审委员，所以把这个机会给雅果。就是说来这里住的外国人，他是要旅游整个城市。那台南有古都，古迹文化，有小吃，所以符合这个外国人来这里做漫游，来住3天4天。那第二个呢，可以搭着我们游艇到澎湖去旅游，做他第2阶段。所以他觉得说以后这个饭店的效益呢，可以吸引这些外国人来这里，可以住7天，而且170个房间会不够，会外溢，满足我们其他饭店的住宿，可以带来很多的客人。这个是我想是北洋翠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了。
对，所以这样听一听哦，我想这个咱的呼峡这个乡亲，大家都会感觉讲，哇，这个开发案听起来以后真的会对我们台南就是除了这个游艇产业以外，对我们当地的观光也是很大的一个帮助哎。是的，是的，因为台南在台南哪知啊，我们以前都一直讲我们是古都，对，但是我们也有很好的水岸，再把它结合起来，那就很完美。对，因为现在这个地方哦，其实那一般的观众朋友做接里面来对啦，因为要炸起来嘛哈。然后渔光岛也是这几年比较才有人进去，然后最近有办了一些艺术展，才大家有接触到。但是现在呢，透过这个开发案哦，我相信这个未来真的是可以变成国际级的观光胜地。对，就靠这个游艇码头。是。那我再补充一下哈，像它这个码头哈，它设计哈刚好符合以前台南旧名安平夕照。对，看夕阳，所以它这个整个饭店它有做了一个缺口，刚好配合它的端景，整个路过来刚好从这个饭店的这个缺口看出去，所以不会说这个路到尽头的时候就被饭店挡下来，看不到夕阳，刚好可以看到夕阳。那沿着这个水岸步道哈，我们挖了一条45米的水岸哈，所以可以，我们也希望在这里以后可以台南。以后可以做潜水的训练中心。以前我们要学这个潜水的 open water 都要到垦丁去。对呀。其实台南就有海水啦，那我们就在我们这个水域里面训练，利用游泳池跟这个挖进去的这个水道，就可以在这里学潜水训练。所以这个都是你们未来这个海洋学院的课程。对，都是我们海洋学院。我们除了希望我们目前有跟南台科技大学配合。以后他会在这里设一个系所，这个系所的学生呢，就在读书的时候就开始实习，那毕业之后，不管他是要往这个帆船啊，或者游艇、轮机，或者他要往其他的海洋休憩呢，都可以学以致用。真的很不简单呢。除了带动观光，连这个学习方面哦，就是大学也开了这样的一个课程。对，它可以提升我们以后这些台湾也不要再落入这个低薪，我们的产业要升级嘛，观光也是要升级啊。以前我们做的这些观光旅游，或许没办法，很多人会觉得说咱弄你卖物件呢，这个赚不了钱。对。但是我们把它提高，我们的观光可以加值加价，那我们的人也是领的薪水会比较多一点。对啊，就整体都有一个提升嘛。所以之后这个也是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对不对？对，这个案子应该会创造蛮多的就业机会啦。200艘游艇，它就需要200个船长。就要200个船长。对，也需要400个以上的水手、维修人员。对，像一般的话，有就是自己有游艇的人，他会自己这样子就开游艇，还是说他还是需要雇一个船长呢？这个。一般是这样子，那我帮航港局宣传一下，政府其实台湾现在已经有1万多个人有游艇的驾照，政府每年一直在开放考这个游艇驾照只要航港局每年都会办很多梯，大概只要2万块，那就可以考这个营业用动力小艇可以开24公尺以下的游艇，24公尺以下可以当我们的这个2等船长。就可以开24公尺以下的游艇。那很多人都有一个航海梦，所以就去考了一个游艇驾照。只是没有游艇来实习。那为什么大家去考的原因有2个？第一个，以后我买一艘游艇自己开。第二个，以后我去从事这个工作。那有游艇的人一般都会请船长，有帆船的人一般都会自己开。因为它是不一样，帆船它是一种比较运动休闲，开一艘帆船需要2个人一起开，没办法一个人开，因为一个掌舵，一个要去调这个帆的方向，所以它要最少2个人。但是开游艇只要船长就可以开了，所以我们目前我们自己的游艇或者我们船主的这些船，只要是游艇的大概都配船长，只要是帆船的大概都会船主会自己学。但是他还是需要一个助手嘛，就会请我们游艇公司来帮他做派遣，代派。原来是这样，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蛮棒的一个新兴的行业，对不对？而且这个未来可能这个薪水都会蛮高的。当然，因为这个游艇码头不是只有台湾的游艇在停，我相信像香港是发展游艇最快，香港的游艇会已经有100年以上。
哦，有这么久哦？有100年，有100年。嗯，那香港有5个游艇会哈，像香港游艇会是最少，香港游艇会、香港仔啊、深湾啊这几个游艇会都有上千个会员。在香港要买游艇很简单，但是要停泊进去很困难。哦。一个泊位啊，在香港最少要500万到1000万的港币。港币耶？港币耶，不是台币，而且比船还要贵啊。对啊。那为什么呢？像我们这个一个泊位的停泊费啊，1尺要收30块。假设主持人你有一艘游艇50尺，那一天你就要付我1500。哇，一天1500哎。那1个月就要付4万5。对啊。所以这个泊位其实。那也不是价钱问题，重点是200个泊位停满之后就没地方停。你要买游艇也找不到泊位，找不到位置。那香港游艇呢？有多少艘？有上万艘。香港只有600万人口，大概1万艘的游艇。所以我们这个码头现在在盖，就已经很多香港人来看。哇！他想要买泊位，想要预定游艇停在这里。因为现在香港有飞台南，我们自己呢。开这种帆船课程最近也上了很多这个香港人，他来这里学游艇、学帆船。哦，那以后他可能会买游艇、帆船放在台湾，那固定假日就坐飞机过来玩。哇，所以真的，我们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国际性的城市了，对不对？国际的游艇城市。对，真的非常的不错。那我们知道说雅果游艇集团啊，我有去查一些资料，就是你们的提供的服务包括游艇啊、帆船的专案，那还有一些主题的专案，比如说会办一些什么 party 啦，或者是码头婚礼啊、春酒尾牙、产品发表等等哦。那就是希望说让我们民众呢能够接触一些新的这个海洋休闲的一些产业。好，那接下来我们一样来看一段影片哦，看看说，我们在游艇呢，到底可以享受什么样新的一个休闲的方式？来到台南，游客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逛古迹或者是吃美食，但是在未来您会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到安平港码头欣赏美丽的水岸风景。随着游艇出航，看到这一片让人感觉到舒适的景色，海甲天连做一色。边仔有动力帆船的专家伫遮佚佗，安尼体验，相信真侪人拢想要感受。这个记者所在这台雅果集团的游艇野猫，型号 AC80，排水量116公吨，会当有40个人同时上船。游客会当真轻松倒伫咧船头，享受日光浴。若是感觉伤过热，内部的空间也有真舒适的空调，甲高级的沙发休困区。若是酸甲忝啊，会当到房间一面休困，一面看海。雅果游艇集团看准着安平这块宝地，因为伊的地理条件会当讲是非常好。台南为什么它是一个很适合做游艇旅游的城市？哈，第一个我刚才有讲嘛，游艇码头要安全嘛，那这里安全性够。那第二个是它外在的环境，那台南这个安平山港它的腹地很大。它冬天也不受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它冬天我们可以在这个安平山港腹地里面玩游艇、玩帆船。对面有一个渔光岛，它是天然的屏障，可以挡风浪。那它渔光岛外面有月牙湾，大小月牙湾，很漂亮的沙滩哦。所以我们只要游艇开出去到渔光岛的外面，就可以锚泊在海上，然后到沙滩来做这个海上的休憩活动。那另外，它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搭乘游艇出海还是要有目的地。那台南出去呢，只要1个小时就会到达这个澎湖的南方四岛，东极屿、西极屿、东屿坪、西屿坪，就在那边可以玩跳岛的旅游。那也可以再往前一点，就到澎湖，澎湖有将近90个岛是可以上去做旅行。所以台南外海的这个游艇的环境非常的好，比台湾任何一个地方都还要好。所以这个地方呢，在这里做游艇码头，它可以提供，很多喜爱海洋休憩的人，把游艇放在这里，要旅游就可以从台南到澎湖或者在沿海做旅行。对坐游艇、停客、代管、驾训班到认证，以着全方位来经营的雅果游艇集团，相信未来会当用上界舒适、上界优质，而且也是上界顶级的游艇旅游，在台南创造出一大片海洋休闲的商机。
哇，我们派去的2位记者，他们体验之后都说好棒哦，这么棒的一个海洋休闲的一个产业哦，然后可以在游艇上，真的是非常的棒，对不对？我们一直拼命的点头。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要请那个侯董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你们就雅果游艇集团有提供一些，包括有一些什么春酒尾牙，或者是说什么码头婚礼的，这些的话你们都有办过，对不对？对。游艇它之所以吸引人的地方很多人都有啊，船就是运输工具嘛，飞机是运输，有的人有私人飞机是很辛苦啦，因为就是走来走去嘛。那游艇不讲，游艇像那也这么迷人，就是讲它是生活的一部分。所谓生活的讲，我们在陆地上看得到的东西，海上都可以，因为它是可以，它除了可以载人以外，它所有陆地上的东西都可以放上去。那它可以从陆地上延伸到海上，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常常在陆地上办的活动，像办个 party，办个婚礼，这个绝对没有问题。对。但是你没办法延伸出去嘛，你不知道多少延伸。对。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个游艇码头，我们的陆域都会办很多的活动。那最简单就是办什么庆生宴啊、party 啊。那它最简单就是说我可以玩一整天。我今天从北部呢找朋友来，早上我们就出海，我去逛一逛啊，从高雄到小琉球，或者从台南到这个南方四岛东极屿，只需要1个半小时就到了。那过去之后呢，玩一玩之后，下午回来黄昏之后就比较不热嘛，那我们就在码头边呢办一些 buffet 啊，或者烤肉，然后让以海洋的游艇为背景，然后在那边很休闲的办一个海洋的 party。这个生日宴或婚礼是我们办最多的。就是这个部分是办最多。对对对。所以其实很多人都已经体验到说，这个跟完全只有在路上办的是相当不一样，而且很特别的、难忘的一个回忆。对，那当然还有更特别的，就是目前有少数人已经开始来玩，就是住宿，跟这个群聚。像我们很多人买跑车啊、重机啊，那礼拜天我们就会相约嘛，20台跑车骑出去玩。对。那有游艇也一样，找个这个假日，我们叫做亚 week， 就是游艇的周末。那我们就开游艇出去。假设呢，我们设定这个礼拜天我们开到这个渔光岛外面的月牙湾，然后所有的游艇跟帆船就锚泊在那边，有20艘船锚泊在那里，然后在海上啊。我到你的游艇上坐一坐，他到他的游艇上坐一坐，那就是这个就是亚 week。那也第二个像另外一个就住宿，以前我们会习惯说我们住在5星级的饭店上面，但是不一定，我们可以住在海上。当你的帆船呢到海上之后，我们找个港湾，漂亮的港湾，像从这里到这个澎湖、马公或者是万安，找它的布袋湾。然后就把它锚泊住在海上。早上起来呢，你会发现非常的漂亮。这些旅游的方式都是以前我们在陆地上遇不到的啦。今晚有游艇，咱得当利用游艇给它延伸去海上去的。对啊，这样真的是非常的棒哎。那目前这个雅果游艇集团，你们自己本身有多少的游艇呢？我们目前有4艘游艇，然后这个5艘的帆船，还有2艘的这个。小孩子在训练中 OP 小船还有小孩子训练专用的。我们现在从小孩子的 OP 小船，刚刚荧幕上看到那种小船，一直到赛船，2艘赛船可以每艘船可以坐4个人。我们现在跟这个安平国中配合，然后让他们的学生来培训，然后代表我们去比赛。那之后他就会喜欢，长大就可以帮我们。进来这个领域，不管是当水手啊、船长啊，或者当客人，都是需要这个环境来培养他们。那最后我们有3艘帆船，3艘帆船里面有1艘是双体的帆船。双体的帆船就是办 party 用的，因为它比较宽。那很多年轻人一次15个人就租1艘游艇出去。15个人要租多少钱？一天可能15000，一个人出1000块。那你就租了我们的帆船，就可以去我们台南的近海啊。我在海上玩一整天。这样子听起来真的是蛮棒的一种体验哎。对对，游艇的入门消费租赁其实也没有那么贵啦一个人的消费从1000块带到3000块都可以玩这个游艇或帆船。
真的很不错。那后续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个开发案执行之后，那你们会再添购新的吗？所有全世界的游艇俱乐部基本上都不会再买新的船，哦，是，他都会一直去盖码头。为什么？因为码头呢是这样子啦哈，我们譬如说我们200个泊位盖好了，那停了200艘的游艇。那譬如说主持人，你今天买了一艘游艇，你第一年很高兴，对，都带朋友出去，一年呢有10个月在海上玩，那第2年呢可能剩下半年。那第3年剩下1个月，其他的时间你就没有出去玩，那你就我除了帮你清洁、维护、保养以外，我就帮你的船租出去做 charter，租出去的钱不是说你要靠这个赚钱啊，是说你靠这个呢可以帮你负担掉部分的停泊费或者是管销，所以全世界的游艇码头都会帮会员做他的船的代租，所以很多游艇会它底下可能只有5艘船。但是它可以动用50艘的游艇，会员的游艇。哦，对，因为你们如果说买那么多的话，要停的也是一个问题，对不对？对我们来讲，成本啊，我们的财务压力也会很大。那游艇会以后就是用会员的船来帮他做出租。哦，对，这样子会是比较有效的一个运用。是的，是的。好，那很多人会觉得说，哦，像会晕车的人，他自己开车应该可能就不会晕。那有些人说，那我就是会晕船啊。那晕船的人有办法坐游艇吗？有的人说，是不是游艇比较不会晕呢？对，其实台湾人为什么会觉得晕船是因为我们对海洋很陌生啊。你说啊，人黑外国人都不会晕船，不是他不会晕。是他从小可能就跟着他爸爸在游艇、帆船上，到处旅游，所以他就不会晕。台湾人都坐过游轮，他以为说我坐游轮不会晕就不会晕，因为游轮很大不会晕。对。第二个为什么会晕船？因为没有训练。最常遇到的朋友今天租了一艘游艇，我们大家就出海出去玩，也没有问天气，也没有问目标，大家就上去了，没有准备，也没有先提早吃早餐然后大家就乱吃，然后上了游艇之后就直接开往澎湖，结果那一天的天气不好，海象不好，虽然安全，但是不舒服，那其中就有人开始吐，1个吐、2个吐、3个吐，吐一吐之后大家就会害怕。那所以游艇会它有一个功能，就是要训练大家。我相信呢，全世界都一样，有5%的人不会晕，有5%的人是怎么训练都会晕。那所以剩下的90%的人都是可以克服的。都是可以克服的。那怎么克服？很简单，第一个先来参观游艇，然后坐在游艇上面，这样晃来晃去，先了解它的节奏。第二个呢，先绕港，我们跑1个小时的行程就好，之后再来跑3个小时，之后你再去跑10个小时，1天2天，那你就克服了。那我想我们很多的来我们这里搭游艇、帆船的客人，经过我们这种解说训练之后，都没有人会晕船。是有一些是原本他觉得他会晕船的。对，但我们慢慢的，他有些是会害怕，就先让他吃这个晕船药，让他不会觉得很不舒服。那当然有一些状况一定会晕连船长都会晕。都会晕哦。对，就是海象很不好的时候。这个惊涛骇浪然后上上下下的，其实连船长都会吐，但是不是晕，他只是反胃吐出来。那我想我们目前的气象跟这个预报GPS 卫星都可以把天气控制得很好，只要我们跟大海是和平相处，不要去多强讲天气不好你也要处理。我觉得我们玩游艇是很安全的，也不会不舒服。这个跟我们一般出去玩或者是去爬山、登山之类的一样，也是要去注意这个气候啊、气象啊。尤其在海洋的话更重要，对不对？对。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如果掌握得好，这个就是说可能自己觉得会晕船的人那就有90%可以克。我是那种完全不会晕的。对，很多人其实不会晕，有时候像今天摄影师就比较吃亏。像之前我们在高雄就有带一些这一个记者朋友出去，那他出去之后，我们就要钓鱼嘛，钓起来之后，他就要当场杀鱼用生鱼片。那他整个过程很专注的在拍海，就很容易晕船了。你在游艇上呢玩手机、看电影或拍照，当你专注在某一个东西，因为你为了对焦，
对所以你就会晕船。哦，对焦的问题。对，所以等到鱼钓上来要杀的时候，所有的记者都没办法拍照了，都晕船，全部都晕了。对对，所以它是在我们游艇哦，只要晕船，其实是克服的方式是转移你的注意力，你就起来走一走。以前我们坐交通船一个位置啊，不能乱动啊，他晕船也没有办法。很多人有去个金门当兵啊，在底下滚来滚去，吐得要死。对对，因为也没有阳光，也看不到外面。那但是搭游艇很舒服，你可以到后甲板走一走，看看大海，跟朋友聊聊天，走来走去，就可以克服晕船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晕船对这个游艇来讲，经过训练后就不再是问题了。对对对，是台湾人是说，我想全世界的人不是只有台湾人比较容易晕啊，是没有，我们是没有训练，所以感觉自己会晕船，稍微训练一下，是90%是不会晕的。哦，90%就只有5%是不能克服。对，5%它可能是先天，可能是耳朵啦，或者他身体的问题，就没办法。对。对对，所以一般的话就是说，这个晕船并不是一个问题啊。晕船不是问题。对，好，那我们要请教侯董哈，那这个开发案哈，竟然已经开始在启动了，我们大概什么时候会完成？那我们目前的整个开发案哈，还是要拿牌子讲。是。它因为分这4个部分。对。那其实安平山港是一个早就通过环评的港，因为要做港一定要通过环评。那它在86年也通过环差，那时候政府就把这里定为要做游艇码头，只是它当初规划的量体没有这么大。那我们现在就针对这个不需要政府通过的部分先做，譬如水域既然都通过环评，所以我们大概会花1年半的时间把整个200个泊位都做好，水岸步道做好，所以1年半以后呢，台南市民就可以去这里散步了，去这里喝咖啡，对，看游艇没有问题。但陆域的部分，我们要通过这个环境环差跟都市审议。根据我们目前的计划，大概明年这个时候1年后可以开始做这个建设。整个饭店把它建到好呢，饭店的部分是比最久的，所以预估要大概从盖到好要3年半，所以从这个时间点到好，我们预估啦最慢5年会全部完成。整区会全部完成，整区都全部完成，对，要5年。那所以其实配合这个开发案，我们在等这个硬体的建设嘛，哈。那这中间的话，你们其实对一些软体，或者是说，像你刚刚有讲到跟那个南台科大有做合作，这一些呢可以培训的部分，你们现在都有在进行的。对，因为码头好了，其实就开始合作了。码头好了，船一进来，我们就开始合作这个，不管是要学游艇的，学帆船的。那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水域呢，开始做游艇跟帆船的驾训，所以每个礼拜都有一些学员到我们那边学帆船。那最近也一直跟这个港务公司跟市政府要求，希望这个围墙的部分可以尽快的打开。我希望呢，不要让台南市民都说啊没有啊，雅果要做游艇码头在哪里都是骗人的。我发现要做这个游艇码头，很多人问我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台湾人对政府要有信心啊。有时候前一阵子可能因为很多的案子啊，造成台湾人对政府没有信心。对，我以为政府做的事情都是骗人的，上面这个 BOT 案没行啊，环差没轨啦，游艇不能做。其实呢，我们都按照我们的进度在走。自己公。他现在有围墙围起来，为了港区安全围起来。我一直跟这个市长还有港务公司沟通，我们赶快把围墙打开，让台湾市民知道说啊，真的有这一块地方，不然都找不到进不去。那看到这个地方，他会看到我们在做码头。虽然初期在做可能会有围墙，基于安全嘛，但是1年半以后呢，盖好了，他就可以进去。而且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希望。我已经跟政府要求，市政府要求，7月把整个健康路的围墙都打掉。7月份的时候。7月份，希望这个暑假的时候就一定要打掉。我们希望7月我们的这个98一条街就先开幕。哇，这么快啊！他有的人会说，您底下盖水域，水域不会脏，也没有灰尘，也没有混尘。所以你会看到人家在打桩，做浮动码头。
你会看到这些船在这里作业，那我们在岸上喝咖啡，哇，喝个啤酒看他们，那也是很棒的一个风景。那大家一起监督，这是最环保的一个产业。好，我们来看说这个码头是不是真的会做起来？我们大家一起来监督。那只要这个码头做起来了，那陆地上来讲，台湾人更内行了，盖房子、盖饭店、盖水岸 villa， 这个我想这个全台湾很多建商都是很厉害，他会很快的把它做好。对，哇，好高兴哦！这样听起来就是说，今年7月的话，我们的民众就可以到那边哦，去这个喝小酒啦，喝个饮料，然后看那个，我们这个海，一般我们现在也是看不到的。目前因为围起来都看不到啊，我们是因为在那里工作是可以看到。到黄昏的时候，哇，非常的漂亮，水整个海水是很平稳，也看到很多的这个白鹭鸶，也很多鱼，我们的保育做得很好。那加上游艇，我最喜欢约朋友去就是5点以后，看黄昏，然后到晚上呢，夏天的时候呢，因为在海边特别的凉爽，到7、8点以后就很凉爽，然后坐在海边这个吃点小东西啊，然后喝个啤酒，那真的蛮过瘾的。对啊，哎呀，真的很棒，很期待哎，哇！那我们今天真的很高兴，侯董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来说明，我们台南市即将要有这么棒的一个开发，因为真正做在市民朋友跟无啥了解，哇！今天你透过咱侯董的说明哈，相信咱观众朋友做期待的，第一就是讲7月份可以先去的，非常的棒。好，那我们最后就请那个我们侯董呢，跟大家来讲一下你们未来的展望。那未来呢？这个游艇产业其实我们还是要一直的开发码头啦哈。那刚刚有跟大家报告说，我们除了在高雄、澎湖、台南这个三角地带有了以外呢，我们下一步可能还会再往台中跟台北。虽然台北跟台中它的码头的这个安全度跟环境位置都没有那么好，但是它的市场消费力大。那我们现在也一直跟政府申请说。这个台中港、商港跟台北港的商港的部分，希望可以提供部分出来给我们做游艇码头，让我们把这个台湾的游艇产业整个带动起来。那这个整个规划图呢，我们都已经送给政府了，那也在洽谈中。我相信今年可能台中就会有一些的成果。那台北的部分因为很多因素啦哈，可能还要再晚个1、2年。那希望借由我们，让台湾的这个游艇休憩业是全部动起来，不是只有我们一家业者，可以所有的业者都投入一起来做，让台湾这个游艇的观光休憩业呢，跟国际接轨。我们 GDP 这么高，不可能没有跟国际接轨。对，让全世界的游艇都可以来台湾旅游。让他们可以看得到台湾。真的好高兴哦，可以访问到我们侯董，让我们对这个游艇哦这样的一个海洋休闲的一个产业呢有进一步的认识，对不对？所以这个游艇产业，所以近几年来，然后在台湾就是已经开始在这个起飞。那尤其就是说，我们非常期待我们台南市安平港的这个游艇码头盖好之后，哇，真的这个游艇产业就会整个这样起步了。对，而且有听到说，刚才就是你讲的台中跟台北的部分也是有，那未来就是这样整个串联，因为我们台湾四面都是海嘛，对不对？所以将是非常棒的，我们的海洋的这个游艇产业会非常的接触。好，再一次谢谢侯董今天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你，谢谢主持人，谢谢，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启明行下直播，再会。